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家己的小食面，就是火鸡肉饭上出名。讲只话食过一届就会掉嘴。也毋过，屏东市区的观光夜市有一间将近45年的鸡肉饭店，讲因的鸡肉饭卖输予家己的火鸡肉饭哦。 家己火鸡肉饭伫咧全台湾名声透惊城，这间就名的店家唔有鸡肉丝，阁有提味的配料。油葱酥啦哦，油葱酥来一挂，佮搅一水鸡汤含鸡油，一碗鸡肉饭香讲香。头家讲，因的火鸡肉会遮尔好食，是因为煮甲真够工。我的火鸡是用用翕的，用翕超12点钟，肉袂涩，阁好食。唔有肉丝饭，另外一间的火鸡肉是切到一片一片，大地火鸡肉片铺伫咧烧乎乎的白饭顶，佮搅这特别的酱料。一碗饭的火鸡肉食起来美死，家己的火鸡肉饭好食，甲互外地人拢会学落赞。肉质比较好。 一般的就是会柴柴的，香味比较足啦，然后跟一般在台中吃的鸡肉饭还是有差别。啊，家己人对因家的火鸡肉饭是真有自信的。除了嘉义以外的鸡肉饭都不叫鸡肉饭。不过屏东市观光夜市啊，有一道鸡肉饭是当地人一定会去食的。 鸡肉又再一丝一丝，过来搅这肉臊，这是特别制作的鸡皮肉臊。啊，这汤汁当起来食过，得学了解得知。鸡油哦，用慢慢火煮鸡皮肉臊，过来一片刷出来头壳红。头家娘讲，因的鸡肉煮法是好食的撇步。就它的是火鸡，我们的是鸡肉啊，我们的有卤过。这间店开要45档，真侪人拢是为囡仔食到大汉。 我而家食到45年啊！人讲家己火鸡肉饭真好食，不过当地人嘛是感觉，阮故乡这碗无人会当甲伊比拼。我比较喜欢吃屏东的。你喜欢吃哪一个？应该还是我们屏东的。就算家己火鸡肉饭好食甲无话讲，不过屏东这传3代鸡肉饭，当地人讲食一摆就会调，欢迎大家下当来试食看卖。